きたねねいやえんほいやんほわいやんほいやんほわいやんほわいやんほいやんはいはいいやえんほいやんほわいやんほいやんほわいやんほわいやんほいやんはいはいおはいやんほい
们吴德焕头目所带领的水美舞蹈团，也谢谢我们华人国中杨仲志校长所率领的所有的团队一起做展演。水美舞蹈团是因为吴德焕团长的爸爸妈妈热爱舞蹈跟工作，也在舞蹈的教学非常的认真，所以用爸爸妈妈的名字来呈现水美舞蹈团。